讓我們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，讓我們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，啟程。在法師的送念之下，佛光山興卡拓跋祈福活動來到台南，市長黃偉綽特別到場參與啟程儀式，希望市民朋友會當體會佛陀莊嚴殊勝、普度眾生的慈悲心境。這樣子的一個行腳，不僅是為國家祈福，也祈求台南風調雨順，市民都能夠平安，不管是生活的平安、家庭的喜樂、家庭的平安，以及個人心境的平安，都能夠帶給所有的市民更大的福報。舉旗手帶領200多位行卡生，申請着加西以嚴正的禮儀行入市區巷弄，彰顯佛陀時代的拓跋傳統。對台南公園出發，沿路經過新公路、國華街等繁華路段，民眾攏投跋學習第一，甲做好事、講好話、存好心的三好精神，落實佇咧府城街頭。秉持開山祖師星雲大師的一個願心，我們用行腳將佛法帶入人間。我們每走的一步，都是在為這一片土地祈福。我們也希望佛祖尋境的佛光能夠庇護台南平安。佛光山開山到搭一甲子，今仔日行卡的每一部腳跡，攏象徵着甲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慈悲真旨佇台南傳傳，同時以清淨的修持回饋社會。台南新聞出發採訪報道。